无量天尊，裴将军可好啊？妖道，你密室诡计迷了我双眼，不然的话，我也不能让你活到今日。裴将军，你听我良言相劝，还是归顺瓦岗吧。宇文成龙是怎样对待你的？难道你心里就真的不清楚吗？妖道，我裴延庆的事不需要你多管。裴将军，当真不降？哼，要我降你们这帮无耻狗贼，你做梦吧！今天就给我拿命来吧！前门，裴延庆，想要回你姐姐吗？啊，想要回来的话，跟我较量较量，你敢吗？看我敢不敢！走！哈哈，裴延庆，快点啊！撤！暗中偷袭算什么好汉？都是这儿，又是那个妖头布的阵法。鬼鬼祟祟的，看你玩什么花样！裴将军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臭道士！裴将军，贫道想和你打一个赌。打什么赌？世人都知道，裴将军力大无穷，可轻举千斤顶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来了！裴将军，你自信力大无穷，那便和你比下力气。若是我们输了，便立刻开棺投降。好，无量天尊，贫道还没说完呢。但若是你输了，则要归降我瓦岗。赌什么？裴三公子，可否借一支你的银锤给石信啊？拿去。比法很简单，就是
两锤相碰，谁的锤先脱手，谁就算输。我们军师说了，我只要用这锤把你手里锤砸飞了，他就给我弄一只烤全猪，是吧？烤全猪。等等，当真这样就可以吗？千真万确，裴将军，你要当心呐。你也不赖啊！我裴元庆长这么大，还从没遇到能与我霹雳之人。再来，再来！呀！你输了！这是他输了，他输了！快给我买口水说，快买啊！谁说我输了？锤把还在我手上呢。不是，你远来呀！你远来！我跟你拼了！你还敢还手？臭小子，你看我怎么把你脑袋摔八瓣！就这儿吧，兄弟，等一等！石信，放下！哥哥不让摔死你，算你小子捡条命。哥哥，我还没吃过烤乳猪呢，我什么军师啊，他骗人！我不跟你玩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骗人！裴三公子，你在这儿拖这么长时间，你外面的兵马已被秦大帅领兵收降了。妖道，我就知道你耍诡计，没想到你那么卑鄙！裴三公子，若你降了我，我教你兵法。我即便败了，也要杀了你！三弟住手！慢点！娘，姐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军师啊！三弟呀，你先别管我们。三弟呀，你降了吧。降了。三弟，我呀，原来跟你一样，以为瓦岗都是一群乌合之众、贼群匪首。可是这些天我跟他们在一起，觉得瓦岗这群人都是英雄好汉，大家在一起呀，和乐融融的，根本不像朝廷那般尔虞我诈。你想想，宇文成龙他们一家是怎么对咱们的？我还得跟你说件事儿，就是我已经嫁给程咬金了。什么？你嫁给程咬金了？没错，兄弟，我那皇上哥哥已经为你置办好酒席了，就等着你这个小舅子一起喝团圆酒呢。别打了啊！元庆啊，你就听娘的吧，降了，继续在那朝廷待着，迟早会被那个宇文成龙给害死。不如咱们全家人在瓦岗寨好生生的过日子。再说了，那些功名利禄都是过眼云烟，你就别想了。可是娘，他们骗我来这儿，又杀了我亲兵，我怎么能饶过他们？裴将军，军师早有所料，我等在下手之时都有留手，
如今你的亲兵啊，都已经安然被俘，正在军中整顿，随时可以归还给裴将军，继续统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听娘的吧。好。可是娘，我还是要回去救哥哥和爹，他们被宇文成龙给扣了。既然反了，我也不能放过他。可是现在这样，我……裴将军，尽可放心，贫道早有打算，不过需要一个人助你一臂之力。谁呀？我呀。跪下！裴元庆，你此次全面战败，全军覆没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这次谁都救不了你。元帅，这是我早已定好的战策，看似败军，实则深入其中。我已经拿下瓦岗寨，带着兄弟们回来了。竟有此事？千真万确。喏，这个人就是瓦岗的将领齐国远。当日就是他用石灰迷了我的眼睛。今天我把他抓回来，就是想当着元帅的面亲自杀了他，以报败军之耻。真的吗？元帅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亲自去一趟瓦岗。报！启禀大元帅，瓦岗寨已挂上我方军旗。怎么样，元帅？这回你相信了吧？我一定取胜，还请元帅放了我家父兄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把裴仁吉父子放了。是。裴元庆，这次胜利确实出乎我的所料，不过你要尽快给我整清瓦岗的势力。如果有一点疏忽，漏了一个贼寇的话，那也是死罪。放心吧，元帅，我保证杀得干干净净，片甲不留。就算是活的，一只蚊子都不会放过。好，那就先杀了这个吧。是。别！裴元庆，你可不能这么干啊！我的天哪！裴元庆，你敢违抗军令！宇文成龙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爷爷裴元庆已改投瓦岗，从今往后，大隋就是你的敌人。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继我的刀！啊，元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爹，大隋无德，我已改投瓦岗，年和节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一起改投瓦岗吧。你杀了宇文成龙，想不投瓦岗都不成了。这杯酒啊，我代表瓦岗的兄弟们，敬裴贤弟，恭贺裴贤弟加入我瓦岗。小弟裴元庆，谢谢哥哥的厚爱，先干为敬。我说兄弟啊，给你封个官吧，啊，封个什么官呢？这个，我除了打仗以外，其他什么都不会啊。就给你封这个左路正印先锋大元帅，啊，三哥，不知道封的对不对啊？皇上既然说了，那错的也是对的。裴贤弟，你就做这个左路正印先锋大元帅吧。谢皇上恩典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必客气。再说你还是我的小舅子。说得好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大元帅。旷世英才，没想到死在了叛贼
禀相爷，马叔谋将军求见。带他进来。是。卑职参见相爷。相爷，这是依照您的吩咐克扣下的工钱和料钱，请您过目。这个账怎么只有区3000两？你手底下有数十万的劳力，按照人头一人扣1两，你这个账应该有数十万。这银子去哪儿了？你从实招来。哎呦，相爷，别说是几十万两银子，就是几万两，我马叔谋也没有见过呀。这中间也不知道转了多少手，不知谁说这是飞差。马将军，我向皇上举荐你为开河总管，背后费了多少苦心，花了多少银子，才给你拦下了这个天下第一美差。你可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呐！是，卑职一定尽心尽力，不负相爷对卑职的栽培。只是这劳力得顾，料钱得出，饭得吃，哪一样不得花银子？这实在是捞不到多少钱呐。好，那我就指给你一条生财之路。只要运河能挖到扬州，那我们就算不负皇命。至于怎么绕到扬州，那无关重要。你只要瞧准了是殷商复古的祖坟和那些香火兴盛的寺庙去挖，拿着圣旨，说这是运河必经之路，那他们就要保住祖坟，要保住寺庙，他们一定会捐出银两来的。你还怕收不到银两吗？高明，相爷果然足智多谋。卑职这就去冲他们的寺庙，挖他们的祖坟。你可要记住，收回的银两28分成。啊？怎么了？嫌多了？那19分。啊！我9你1，你可有异议？卑职怎敢？卑职马上去办。卑职告退。兄弟们，把东西放一放，开饭了！大家都过来！别抢，都有份儿。不用抢，大家不要抢！大家不要挤，不要抢啊！都不要抢！大家不要抢了啊！看着点啊！工友们，此次修殿，工事浩大，工期紧迫，怎么能让大家饿肚子呢？而且最近赶工，大家都很辛劳，每个人在原有的工钱上再加上10两，建成之日就发下来。二公子，您就放心吧，您对我们这么有心，我们就是拼出性命，也要赶在工期前把这晋阳殿修成。记住，木料可以用旧的，漆刷新的，把所有的钉子全拔出来，换成新的。好，吃饭吧。二公子，你这是为何呀？我自有用处。这现在看来，28天之内就能完工了。大哥三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听说二弟在此改建天雷寺，特意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大哥，现在行宫已经如期动土，回去可以禀告父亲，一定如期竣工。好。滚开！本将军奉皇上谕旨，总管开挖运河一事。你的天雷寺正好挡了我的去路。来人，在！有差！住手！你
位不会是想抗旨吧？这位将军，我也是受了皇上的圣谕，在这里改建行宫。原来是李大人派人在此修建行宫啊！既然大家都是为皇上办事，我大人有大量让你们一回，我就绕路打通这个运河。不过，若是要绕路，这多花的银子可得你们出啊！马将军，你有心让路是假，讹银子是真吧？哼，本将军有心给你们行方便，你们非但不领情，还敢诬陷本将军，那就不用废话了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拆！是，让开！李兄，放开！哼！李世民，你可想清楚了？你只有1个月，我们可有3个月。我们耗不起，你可耗不起。给不给银子？你可想清楚了？走！哎呦，将军，这俗话说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今儿个可是有眼福啦！是吗？这万花楼新来了一个琴艺非凡的奇女子，见将军英武，心生仰慕，说今儿个一定要给您献上一曲呢。哦，是吗？谁跟你闹？我告诉你，你再敢出声看看，我会杀你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不出声啊，我不出声。不许动！姑娘，你究竟想干什么呀？你给我听好了，运河必须绕过天雷寺。如果你再敢来天雷寺闹事，今天你这个头，我是摘地了。听到了没有？李兄啊，想不到你我一别多年，竟然在此地重逢。是啊，我早知你有鸿鹄之志，必定再入仕途。果然，你现在已经是开河总管的副使了。我只不过是一个替人家跑腿的芝麻小官，而且这运河没办法按期完成，
不出3个月，我就连这个芝麻小官的乌纱也都保不住了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来，这运河工程的总图是我所绘，每一个地方我都标注得清清楚楚。如果我算的没错，根本无需经过天雷寺，此时也早应该出了山西。况且总共的花费也不过1000把两银子。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这顶头上司马叔谋马总管非得一口咬定必须毁寺才能修完河道。在这个地方耽搁几日，整个工期就会拖延很久。这听来确有蹊跷。事关重大，如果我能亲眼看到工程图的话，或许还能帮你推算一下。对呀，我都差点忘了，李兄精通推算之术。来，哦，来，李兄，请过目啊。不出所料，运河果然不需要经过天雷寺。如果你们毁寺通行的话，反而绕了路。这马叔谋欺下瞒上，中饱私囊，竟敢威胁我！哼！我他娘的也不是吃素的，得赶紧让李密给我重新画个工程图，就从天雷寺过。明天我就拿着圣旨和工程图去，看你给不给钱。哎，马总管，总管大人，这是我的好友李靖。前日已经在天雷寺相见过。李密，这么机要的图纸，你给外人看？好，马总管不要误会，李靖他精于数学，对于水利工程之术远胜于我，所以我把工程图给他看看，看有没有什么纰漏，以便于我们更快的完工。李大人的工程计算已经是天衣无缝，只是马总管，您记错了吧？运河根本就不需要经过天雷寺。看来马总管，您还是要好好研究研究这工程图了。我跟李兄小酌2杯，马总管有没有兴趣一起啊？怎么样？二公子，您吩咐的事情我们已经办妥了。我也打听清楚了，运河原本不该从天雷寺经过的。这就好，明日我们照常开工。好。这就是你所谓的天衣无缝。宇文化及一看就知道少了6万两，要你何用？宇文化及这个老匹夫心也太黑了。他在朝中做得稳稳当当，我在外边担惊受累。他要抽我9成啊！李密日日夜夜待在大人身边，难道大人还要怀疑我吗？想必是相国大人在府中另有耳目。大人放心，我必定把这个人揪出来。报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慌张什么？说。昨天晚上又有一个工棚的劳工突然暴毙，那死状惨不忍睹啊！他们还说，我是，他们还说是上次洪水冲走的那几个劳工变成厉鬼回来报仇来了。胡说八道！什么水鬼不水鬼的，道听途说。死几个劳工算什么？马上加派人手补上。这一次必须把账做清楚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纰漏。是，大人。带我看看去。是。公元605年3月，
隋炀帝下令开挖运河。数月之后，隋炀帝携众嫔妃大臣起驾长安，浩浩荡荡前往晋阳。成都，这一次无论如何要把李渊这个钉子拔掉，要不然就后患无穷。恭送皇上！出发！昨天晚上又一个工程的劳工离奇暴毙。天天都死人，不必大惊小怪。赶紧找个地方把尸体处理掉，尸体扔了就行，千万不要耽误了开河的大事儿。大人，这一来影响其他劳工的士气，二来天气炎热，近日又连降大雨，万一引发瘟疫，那可就……瘟疫？你当瘟疫是一家亲戚，说来就来呀？万一呢，大人？万一真的引发了瘟疫，那后果就会很严重，会严重拖延我们的开河工期。那就埋掉，这点事儿都干不好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这些死人赶紧处理好，上报宫里，死去的劳工赶紧抓新壮丁给补上。恭送总管大人。赶紧找地方，把他们都安葬了吧。是。怎么就这么几个壮丁啊？哎呦，二公子，您可来了！官府昨天晚上把我们的人都抓去挖运河了。可是还有3日，皇上就要驾临了。虽已收尾，但很多善后未做，就这些劳工，恐怕很难完成。这挖运河的壮丁不是都抓完了吗？怎么还来抓呀？不如我们先去运河上看看。走，走，走。快点干啊！原来是李兄啊！这位想必就是通首府的李二公子。正是在下。我听说是李副使查阅了天下山水经，还绘制了这份水利工程图。你真是胸怀大略，未来前途不可限量。多谢二公子抬爱。不知道几位来此有何贵干？李兄，我奉旨修建晋阳行宫，工期甚紧。眼见皇上就要驾临了，怎可想昨夜修建宫殿的劳工们被抓走，说是来修运河了。我在想，这修运河的壮丁不是已经征集完了吗？怎会说？什么？李世民要查水鬼？查什么水鬼？告诉他，根本就没什么水鬼，让他赶紧走。可是大人，李世民亲口答应那些劳工，必斩水鬼，以除后患，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罢手。他不就是想要劳工吗？让他带走好了。他抓什么鬼是小，要是坏了我们的大事，可是得不偿失啊！在皇上来之前，赶紧把所有事都处理好。
要不然我们俩都得掉脑袋，知道吗？大人，他们已经在查验尸体了。什么？那还不赶紧阻止他们！哎，怎么样，能查出死因吗？回二公子的话，身无外伤，并无中毒之兆，死因还不清楚。我也看过，确实如此。但要查明死因的话，恐怕要带回尸体。无论如何，要查明死因。怎么样，查出死因了吗？这运河工程过于浩大，劳工不断出事儿。这一天死几十个人，有好几批人来查，也没查出结果来。其实要查出死因并不难，只要让我们带回一具尸体仔细查验，定能查出死因。那怎么行？总管大人，你不是也想查出死因吗？二公子愿意代劳，何乐不为呢？李兄啊，我们是怕万一死者家属前来认领尸首，我们可没法交代啊。是啊，怎么交代？二公子，你奉旨修建晋阳宫，人手不足，我愿将这些劳工悉数还给二公子。多谢马总管。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谁敢闹事不用水鬼，本将军就把你活埋了！去，喊几个人。大人，让我试试。听着，我让你抓哪个你就抓哪个。大家静一静，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两句。大家安静一下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真的是水鬼作祟，大家这样闹有用吗？可如果不是，是有人故意为之，那我们这样伤了和气，岂不是给恶人可乘之机？大家如果相信我李密，就都先回去干活啊！总管大人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没错，本将军会给你们个交代。干活去吧。好，我们就信李大人一次。我们都回去吧。行，好，回去干活了。大人，他们不会再闹事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二公子已经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等等，李兄如何料定这些劳工会听你的呢？但凡群起之事，必有首领之人。卑职只是看准并抓住了那几个领头的人。所谓擒贼先擒王，没有了领头的人，自然也就不会再闹什么事了。李兄做事真是周全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走了。二公子，尸体的毛发已经找到了，我们走吧。有什么异样？常人的头发经火烧之后留下的灰应该是黑色的，而这个人烧成的灰却是灰色的。由此见得，这个人是吸入了毒气窒息而死。这个灰色呢，正是毒气附于头发的表面。这么说，这些劳工的死都是人为的，那是何人所为？又出于什么目的？
今晚我们再去趟工地。晚上？是啊，是人是鬼，只有在夜间才能看到真面目。我们就趁今晚去抓个现行。也好，二公子，宫殿这边就请你放心。现在的劳工都自愿赶工，所以明日一定能完工。好，完工之后，每人再加5两工钱。好。大人，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把所有的劳工已经煽动起来了。他们说，不抓住水鬼，绝不罢休，会一直闹下去。好，干得不错。等一下，我会先把你们放回去。你们要继续混进劳工当中，务必在2日之内，把水鬼之事曝光于整个天下，明白吗？是，大人。李二公子，不知深夜到我运河工棚有何贵干？工地水鬼作怪，接连有大批劳工死去。此事发生在我晋阳地界，市民怎能坐视不管？李二公子尽管放心，这件事我会查个水落石出。那些所谓的水鬼，我定会让他消失的。只怕不是水鬼，是人鬼作怪。每晚都是同一工棚的劳工死去，我想这其中必有蹊跷。有什么蹊跷？我已经在每间工棚外加强了守卫。若是有人作怪，这里里外外的早已经被抓了。李二公子，你还是不要多心了，好好的回去督建你的皇宫吧。皇上就要驾临了，若是皇上到了，你的行宫还没建好，到时候皇上怪罪下来，嘿嘿嘿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多谢马总管的提醒。只是市民觉得这水鬼作怪。报告将军，工棚发现可疑人员。我是来抓水鬼的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人呐，想必这水鬼一案必定有人从中作祟，只是此人行踪诡秘，市委从未发现有人出入。想必此人是先把自己扮成劳工，藏匿在公帐之中，趁黑下手。那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先把自己扮成劳工，藏匿在公帐之中，万一发现恶人，就能将其揪住。总管大人，此香灰含有剧毒，只要吸入，便会顷刻窒息而亡。总管大人，既然已经查出来是这香的问题，那就赶紧把工棚逐一排查吧。二公子，你看今日天时已晚，不便查验，不如明日再查如何？今日之事，怕早已打草惊蛇，还是请总管大人尽快排查。好，我这就去查。李密，你可一定要仔细查验，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啊！是。二公子，你看我已经派人去查验了，不如先到我的书房喝口茶，等待查验结果，您看如何？也好。这些衣服明明已经收到了一个箱子里，刚才还没有，怎么突然都摆在外面了？最近各地频频丢失孩童，莫非此事真如坊间所传，是这麻叔谋所？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孩的衣服？而且我看大小都不一，看着不像一个孩子。这些衣服都是我朋友的，可能忘了拿走了吧？你这位朋友要这些衣物有何用啊？我看这些衣物都已经撕破了。走，跪下。大人，就是此人身上藏有毒香。大人，小人冤枉呀！小人实在不知这毒香
为何藏在小人身上啊？求大人明察呀！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抵赖？原来是你一直在假扮水鬼，害死那么多人。来人，拖出去砍了！且慢，大总管，水鬼一案牵涉几百条人命，还应该仔细询问一下。万一此人真的被冤枉了，那真正的凶手就会逍遥法外了。还不从实招来？同伙还有何人？为何害人？大人明察，小人真的是冤枉的。二公子，我看不如这样，今日天色已晚，不如先将他收监，待明日再审理。好吧，还请李大人多费心，务必查出真凶。总管大人，那我们也告辞了。来人，在，押入大牢。大人，走。大人饶命啊！李密，你怎么真的把人抓起来了？是何居心？大人呐，我去工棚排查之前，劳工已经知道有香毒一事，他们早就开始自行排查。等我赶到的时候，这个人已经被人赃并获。看你办的好事。大人，这件事情倒也未必完全是坏事。2日之后，皇上驾临晋阳，必会问其水鬼一案，我们完全可以以此人了结此案。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大人，李密告退。等等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衣服是怎么回事？这个，卑职确实不知。师傅，不好了！师傅，不好了！师傅，何事情？那个李元霸把您的炼丹炉给砸了，拎着2个大锤子下山跑了。师傅，你看，赶紧把他追回来吧。天道有常，因缘际会，天意呀！啊，少爷，少爷。爹，少爷，元霸，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学成就回来了。哦，你都学会什么了？我会抡大锤。看样子你是真的出息了。日后为父一定好好谢谢这位袁道士。老爷，4少爷回来了。老爷，2少爷传回消息说行宫已经建好了。哦，不是还有2天才竣工吗？今天就建成了。是啊，老爷。传令下去，今天晚上摆宴庆贺。哎，好嘞，老爷。元霸，进屋吧。世民怎么到现在没回来？哦，听说是行宫建成，他要先安置劳工，所以耽搁些时间。这还难吃啊！别让看见。父亲，啊，回来了。二哥，四弟，你快，就等你开饭了，快。
好。今天大宴只为2件事。第一，市民不但如期建成晋阳行宫，而且比工期提前了2天，功不可没啊！市民辛苦了。来，我们大家敬市民一杯，来。父亲，话虽如此，若当日交给大哥来见，恐怕还用不了这么久。我来敬大哥3弟一杯。这段时日，我一直在修建行宫，家里的大小事务都由大哥和3弟操劳，你们比我更辛苦。哎，市民不必过谦，建晋阳行宫，乃我李氏生死存亡的大事。你事情办得好，就是大功一件。这第2件事，就是元霸学成归来。我现在可厉害了，能抡大锤。呵，大哥，别人都说你武功可厉害，你也打不过我，我这一抡锤就能把你打趴下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怎么你不信咱们比比？你真是这么想的吗？切，这还有假？这好，我倒让你试试。行，我现在就去拿大锤，院子里等你。好，坐下，都给我坐下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就是和4弟切磋，正好也让大家看看4弟上山究竟所学如何。大哥，你要是不行就跟我说。怎么？我说你打不过我吧？服不服？住手！大哥！把这个逆子给我关起来，永远不许出门半步。爹，谁也不许求情。元霸，元霸，快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！哎，这是我跟你二哥特地给你准备的鸡腿，
还是姐夫和二哥对我好。是，可好了，你可把我岳父大人给气坏了。我们求了他好几次，可是他怎么都不肯放你啊。不过你别怕，过2天等他消消气，我再去求求他。不用求，我有肉吃就行。就知道吃你的吧！哼。隋炀帝率领一众大臣妃子，经过数日陆路游玩，终于到达晋阳城外。隋炀帝将从此地登上龙舟，开始他第一次大规模的运河巡游。皇上，1个月的限期已经到了，不知道李渊大人给皇上修建的行宫完工了没有？倘若还没有完工，皇上要好好治他一个失职之罪。皇上。启禀皇上，再过几个时辰，我们便可到达晋阳城内。派个人马去通州府，让李渊出来接驾。是。这。皇上。报！大人，皇上的御驾已经到城门口了。什么？已经到了城门口了？怎么不见宫里有人来报啊？哎呀，这下糟了！不出门迎驾，那可是大不敬啊！想必是朝中有人作梗。宇文化及，肯定是他做的好事。士兵，马上通知原籍建成，随父出城接驾。是。还没有来。李渊，朕已传了旨意，竟敢不来接驾！皇上，依臣之见，这个李渊分明是故意给皇上难看，没有把皇上放在眼里。微臣迎驾来迟，请皇上恕罪。李大人，你可来得真早啊！是不是想让皇上到你的通首府登门拜见呢？微臣万万不敢，微臣只是……好了，朕不想听你解释。朕很乏了，行宫在哪里？哦，就在前面。很不错，谢皇上。皇上，李大人接驾来迟，唐国公定是忙于攻城善后，其情可悯，其罪可恕。皇上英明。唐国公，领朕往前看看呢。是皇上。
唐国公修缮行宫，大功一件。赐皇上，臣有本要奏。讲。启禀陛下，依臣之见，这个皇宫不像1个月之内完工。皇上，请想，修建那么好的一座宫殿，先要画出图样，然后破土动工，一砖一瓦去修建，100日之内怎么能盖得好呢？你的意思是？依臣之见，李大人早有不臣之心，这个皇宫他早就已经修好，为谋叛之用。皇上，臣一世忠心，断不敢有此反叛，请皇上明察。禀皇上，行宫并非事先修建。你是何人？朕讲话你敢随便插嘴？启奏万岁，臣乃李渊次子李世民。修建大典之事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是啊，这宫殿工程浩大，1个月之内造不出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以查验。如何查验呢？想要查验，其实并不难。陛下可以派人拔堤验秀，揭瓦验泥。若是新建，丁无锈，泥土新；若是旧建，丁必锈，泥必霉。新建旧建，一验便知。皇上，微臣请求拔钉验秀。士兵，你即刻带几个人拔几个钉子出来，给皇上过目。是，父亲。宇文丞相，也请你派几个人一同检查。好啊，传旨，查验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钉的新旧不能证明皇宫的新旧，钉是可以更换的。如果相国大人还是怀疑的话，陛下，那就只能派人开土检验。若是新建，泥土为新；若是旧建，泥土为霉。好了，朕刚到这儿，你们是要把宫殿拆了，让朕肚皮朝天睡大觉？哼，朕信了。唐国公尽心竭力为朕打造行宫，朕深为感动，赏黄金10000两。唐国公次子李世民机敏过人，另赐白银10000两。
皇上，这李世民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，又对工程进度如此了解，想必这行宫啊，就是他所筹建的。不瞒皇上，行宫就是由犬子世民监督。果然年轻有为呀！李世民听封，朕封你为秦王。谢皇上恩典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唐国公，臣在。你有几个儿子？启奏皇上，臣有3子，长子建成，次子世民，3子元吉。封你长子为殷王，3子为齐王。你李家同心协力，保我大隋。谢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马叔谋，末将在。你督造运河有段日子了，工程进展的顺利。托圣上洪福，我30万劳工上下合力，日夜赶工。末将担保，不出3个月，一定能打通运河，请皇上放心。这么说，水鬼一案已经查清了？已经查清了。昨天晚上扮作水鬼的劳工被末将抓个正着，人赃并获，他已经招供，此案已了结。回皇上，据臣所知，此案并未了结。秦王有何话讲？臣昨晚也在运河工地见过此作怪之人，此人只是被暂时扣押，并未经审问，所以此案并未了结。臣怀疑此作怪之人是背后受人指使，故意扰乱公事进程，扰乱人心，所以臣恳请皇上将此人犯带来，进行审问。有皇上的圣才，定能查个水落石出。就依秦王所言，林密，臣在。将那犯人带上殿来，不得有误。臣领旨。启禀皇上，人犯带到。啊！皇上开恩呐！皇上开恩呐！小人也是奉命行事，请皇上明察呀！朕这还没问呢，就要找啊！这么说，确实有人背后指使，阻挠工程。你从实招来，不要怕。我说是马叔谋马总管，他还说只有这样才能向皇上多领抚恤金和辛苦劳工的银子，小的也是奉命行事，求皇上明察呀！胡说八道！我何曾让你去杀过人？皇上，千万莫听这刁民胡言乱语啊！末将对皇上一向忠心耿耿，岂能做大逆不道之事啊！皇上，拉出去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臣还曾在麻叔谋的书房看到了很多大小不一的孩童衣物，看来传闻中麻叔谋吃孩童肉的事并非空穴来风啊！李世民，我
和你有何冤仇？你竟然害我！臣说的话句句属实，皇上可以派人去书房一搜，便可知道实情。皇上，微臣斗胆启奏皇上，麻叔谋马总管在运河开凿期间为一己私利，冲毁寺庙，掘乡绅祖坟，克扣劳工工钱，到最后竟然以毒香毒害劳工，将抚恤金以及新添劳工之工钱据为己有。在坊间流传的孩童失踪一案，微臣敢以性命担保，必是麻叔谋所为。他生性残暴，每餐必以孩童之肉为食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。李密，一向对你不薄，没想到无中生有，陷害于我。皇上，微臣敢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方才所言句句属实。马叔谋，皇上明鉴呐！朕自以为朕这心够硬的了，这也不曾想过吃什么孩童肉。来人，将那些被吃孩童的父母家人都招来，将麻叔谋赐给他们分食。皇上饶命，末将该死啊！相爷，相爷听我说句话啊！相爷救我！相国大人，为何不等他把话说完？皇上，臣实在是听不下去，朝中竟有麻叔谋这等利欲熏心、忠报私纳、无恶不作、祸国殃民的奸佞之人，微臣实在是气愤难抑，只能先杀而后快。皇上，恕臣鲁马。如果朕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人是你举荐的。正因如此，臣才更痛心疾首。臣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竟有眼无珠，误信此人能担当大任。臣一时糊涂，轻信他人，才酿此大祸。如今后悔已晚。宇文相国，今日先算了，咱们的账以后走。起来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皇上，这运河总管副使李密，才智过人，胆识也过人，在这次揭露麻叔谋一案，也是功不可没。皇上一定要好好奖赏他呀。李密，朕对你有些耳闻，都说你有勇有谋，善于安抚民心。今日在朝上，你又力证麻叔谋罪状，也算功劳一件。皇上，臣只为吾皇开河大业略尽一丝绵薄之力。李大人倒还谦逊。李密，朕如果让你顶了麻叔谋的官位，你敢不敢以性命担保，如期完工？启禀皇上，开河大业与小人息息相关，即便皇上不提拔小人，若耽误工期，小人也不敢苟活。李密听风。朕封你为开河总管，统管开河一切事宜。谢主隆恩。
走开！老人家，来，我知道您已经尽力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休息一下。拿水来。喝水。谢总管大人。何必行如此大礼？我知道，大家都辛苦了。等到运河完工之日，我一定禀告皇上，好好的犒赏大家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到足够的钱返乡探亲。谢总管大人，都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来，起来吧。你跟我出来反省一下。你们工程的进度太慢了，你要记住，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对那些苦力犯不着手下留情，让他们给我挖，日日夜夜的挖，不停的挖。是。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放我！哎呀，我的四少爷，别折腾了，没什么用。快放我出去！我饿了。您还顾着吃饭呢，四少爷。您的3位哥哥都已经被皇上封官了，就你还关在笼子里。你说咱哥几个跟着你，连赏钱都捞不着啊！官什么玩意儿？官那就是天下最牛的人物给封的东西呀。谁呀？皇上啊！皇上是什么玩意儿？皇上就是这天底下最牛的人物，比你爹还大呢。那我也去找皇上，让他给弄个官当。哎呀！快！护驾！我是来找皇上的，你们都让开。你们谁是皇上？站住了！快，站！我知道了，你就是皇上。皇上，臣李渊携次子世民拜见吾皇。爹，你亏他干什么？言罢，不得放肆。元霸，在皇上面前不得无礼。我就是来找皇上的。下面站的是个什么东西？3分像人，7分像鬼，长得跟个活雷公似的。微臣鲁莽，没能看紧小儿元霸，惊扰圣驾，
臣罪该万死。唐国公，你说这是你儿子？吾皇万岁！臣有欺君之罪，罪该万死。奈何罪之有？起来说话，怎么回事？谢皇上。此人正是微臣的小儿李元霸。小儿生性憨长，却力大无比，所以一直关在家中，不敢报与皇上，怕惊扰了圣驾。谁知一个没料到，他竟跑了出来，惊扰了行宫，请皇上降罪。元霸，进前来说话。元霸，上面坐着的那人就是皇上，见到皇上要行大礼，要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知道吗？记住了。你就是皇上，李元霸，叩见皇上，岁万。我找你就是给我弄。